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以赛亚书第59章9到19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1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洁活石。在分享之前，要先为了昨天的这个礼点来献上感谢。上帝的保守，我们虽然在大雨当中有许多的不便，在防疫的限制里面有许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却在不可能当中把这个事情完成了。谢谢所带来的这些来宾、牧者、同工、兄姐，更要谢谢我们自己的长老、执事、同工，还有弟兄姐妹，在昨天这样的礼点当中付出心力，让困难的事情都非常圆满的完成了。愿上帝纪念，愿上帝赐福。也很抱歉，今天早上的声音不是那么的好，请谅解。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要一起来分享。我们从以赛亚书看到，上帝并不喜悦以色列人对于这些不公义、被欺负的人默不吭声，无动于衷。以赛亚先知说，上主看见了这一切，他因正义灭绝而不悦。他惊讶竟然没有人帮助被欺压的人，因此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他们，使他们得胜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对于上帝交代在我们的手里的工作无动于衷，上帝也会不喜悦。上帝交代在我们手中的工作，包括对教会的事务、对财产、礼拜堂的管理，甚至对人，我们教会自己的人的需要，还是社区的需要、关心等等的事物。那我们是否非常明白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呼召，明白了他的旨意？甚至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思考，上帝在今天给了我们的呼召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来做，表达我们是活着的，表达我们是圣洁的，是属于上帝的。在上个礼拜的分享里面，我们提到了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为相信，然后被上帝称为义。因为上帝就被上帝称为圣洁，因为我们相信，所以我们就被上帝的救恩所救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原本就很圣洁或是很完美。这一阵子教会动员起来整理教会的整个礼拜堂或是教室的环境，那除了将堆放许久不用的物品清除，让空间更宽广以外，我们对于教会的围墙、水沟、地板，我们是以高压的这个喷水来做清洁的工作。也很难得的看到教会兄弟们，他们在使用这个高压的喷水的这个机器的时候，他们露出可爱喜乐的表情。可能太久没有公开这样玩水了吧，一边的欢乐一边的清洁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。那后来就发现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，我们就发现原本因为潮湿而生满青苔的围墙，年久没有去清洁乌黑的
停车场的地板都再度的显露出原来清新的样貌，不但在视觉上更清爽，就连这个味道也变得清新了。即便是路过的人，他们也都有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改变。有一天，牧师在跟同工在这个教会的角落大水沟旁转角的地方呢，我们在思考怎么样放马街的头像的时候，有一位穿着祖师爷庙的欧巴桑，他经过了。然后他就对我说：“哎呀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谢谢你们了。我每天经过这里就不用再闻到臭味了。”牧师在猜想，他应该是指着教会旁边这个墙壁上青苔所发出那种潮湿的霉臭味。我也相信他的话是出于感谢跟赞美，但是对我来说，那种感到拍摄多过于领受他感谢赞美之词。经过这样的事情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，即便是再怎么样的小小的事，旁人也都可以感受得到。就如同墙壁、地板、水沟，我们这次清洁的这种经历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清新的改变。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就像这样子，如同这个以赛亚先知提醒以色列人民的悔罪一样，我们必须从这个得罪上帝、远离上帝，甚至被灭、被掳的这个境况之下，再次的回归到原来的样貌，跟上帝重新建立这种复合的关系，有个清新，有个重新得力的生命，有个见证上帝赦罪恩典的一个生命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是那一颗石头，那个围墙，我们的生命上面卡上了一层的青苔，全身都是潮湿的味道，也有蚊虫滋长在我们身上，这样的生命怎么能够见证上帝呢？以色列人在悔罪的时候，像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道：“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正义远离我们，公平不接近我们。我们寻求光明，却只有黑暗；指望亮光，却只有幽暗。我们像盲人摸索，我们在白昼半跌，像在黑夜，像在阴间一样。我们都像熊嚎叫，像鸽子哀鸣，渴望公平却得不到，救恩远离我们。我们基督徒需要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活石耶稣基督悔改得救，活出活泼的生命。我们必须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回转向神，使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洗净，成为活石。彼得前书这样说：所以你们要排除一切坏事，不再撒谎、伪善、嫉妒或说人坏话，要像新生的婴儿，时时渴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好接着他长大得救。是的，基督徒要成为有灵的活人、活石，我们就必须要先除去我们生命史上面阻止我们呼吸的物品，阻止我们与上帝建立良好关系的因素。彼得前书提醒我们要亲近主，他是活的石头，虽然被厌弃，但上帝拣选他，珍惜他。你们也要像活石，来建造属灵的圣殿，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，
借着耶稣基督来献上为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。因为圣经上说，我选了一块贵重的石头作为西安的墙角石，凡信到他的都不至于失望。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8篇，然后一起来祷告。上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的保护者啊，求你垂听。如果你不理我，我会跟将灭亡的人遭同样的命运。我向你呼求帮助，求你垂听。我面向你的圣殿举手求告，不要把我跟作恶的人一起定罪，跟邪恶的人一起消灭。这些人口说友善的话，心里却充满仇恨。求你谴责他们的行为，报应他们的邪恶。求你惩罚他们的恶行，照他们所应得的报应他们。因为他们藐视上主的作为，轻看他的创造，所以上主要惩罚他们，永远毁灭他们。愿上主得到歌颂，因他垂听我求救的呼声。上主保佑我，护卫我，我一心信靠他，他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我要歌唱颂赞他。上主保佑他的子民，他维护拯救他所选立的王。上主啊，求你拯救你的子民，赐福给属于你自己的人。求你牧养他们，永远看顾他们。感谢上帝的保守，在大雨中透过众牧者凶节的热忱，为三峡教会带来满满的祝福。为了昨天经历的历点一切都顺利，这样的祝福我们献上感谢。但是这样的记号也时时提醒我们必须要天天更新，天天活出活实的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阿们。